因为家己的检方是接到检举，讲伫东石乡去年开始动工的渔电共生这个案场，业者即马互恐吓，要甲讨400万。检方发动搜索了后，有约谈相关的人士，内底有一个嫌犯，伊讲伊是家己关的议员，蔡正义的助理，也毋过这个议员对我背回讲毋是。尾啊，检方真办煞，有2个嫌犯互收押。调查人员伫咧现场出入入搜查，因为嘉义地检署接到检举，我第61线东石乡这个渔电共生案场，去年开始动工，敢若因为施工的声音伤大声，互一寡村民反弹电情抗议。有地方人士讲要做中人协调，甲利用业者勒索400万。我们猜，我们只是来帮忙送货而已。我不是老板的，我也不知道，我没听过这些。随后拖班车也是伫咧现场出入，包厢拢讲对勒索案无了解，因为涉嫌恐吓的其中一位姓张干的查甫人，甲人讲伊是外号何撇仔的嘉义县议员蔡正义的助理，所以大家就怀疑何撇仔深受涉案。对此，蔡正义否认，讲这个人毋是伊的助理，是作弊的时阵熟识。被告张简以及王姓男子涉嫌恐吓取财等罪嫌，犯罪嫌疑重大，有羁押原因及必要，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。其余被告均请回。南部这几年积极发展光电产业，抓传出恐吓的案件，听讲案情有可能扩大到台南、高雄。检方随时传8位被告9位证人讯问，认定姓张干甲姓王的查甫人涉嫌恐吓取财等罪嫌，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。法官审理了认定，被告2个人的供述内容无符合，本身的讲法也前后无同款，对案情的重点一直闪避。并且有交串共犯或者是证人之余，裁定羁押禁见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